今集同大家介紹一下已經停咗產嘅勞力士 Summer Winner 116619 LB。Summer Winner 系列係勞力士錶款中最受歡迎嘅款式之一。佢最初專為水底探索同埋潛水而設計，所以坊間都稱為 Summer Winner， 叫做水鬼。一般討論勞力士嘅水鬼，除咗經典基本嘅黑水鬼同埋發揮綠色魅力嘅綠水鬼之外，其實勞力士水鬼家族仲有一款錶面同埋錶圈都係藍色嘅藍水鬼。佢亦都係目前水鬼家族中唯一一個冇出全不鏽鋼錶殼嘅例外。116619 LB 腕錶，錶殼以 18CT 白色黃金打造，錶徑40毫米，厚度12毫米。藍色單向旋轉外圈係水鬼嘅主要特色，可以讓潛水員準確計算時間。Sherlock Holmes 字圈由勞力士採用堅硬、耐腐蝕、抗刮損嘅特殊陶瓷製成。錶面3點鐘位置設有日期顯示。全日式錶冠具備3扣咗3重防水系統，換錶防水可深達300米。而換錶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喺藍色錶面上嘅時錶換上咗鑽石時錶，令到換錶喺低調中散發魅力，亦都令到本身已經停產少見嘅116619 LB 變得更加罕有，喺市場上亦都好難見到佢嘅身影。116619 LB 換錶由3135自動上鏈機芯提供動力儲存約50小時。機芯亦都獲得咗瑞士官方鑑定認可嘅時計認證，擁有無與倫比嘅可靠性。呢一款咁精彩同埋罕有嘅116619 LB 腕錶，你又點可以錯過呢？